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喺曼谷其中一個景觀最好嘅頂級豪宅項目，項目坐擁第一線嘅湄南河景觀。湄南河旁邊嘅土地大部分都係屬於國王擁有，包括文華東方酒店、四季酒店、半島酒店、Icon 時飲。國王嘅土地都只能夠提供租賃產權，而且河邊嘅豪宅項目一般起跳價錢都要4-5千萬泰銖起跳。但曼谷最大嘅上市開發商 Sanseri 將會喺3月份推出一個全新嘅第一線湄南河景觀項目 Love by Sanseri， 同我哋呢一個項目坐擁同一個景觀、同一個日落，而每平方米嘅價錢低於呢邊嘅一半。項目更加係屬於永久產權。項目就喺對面我哋見到正在建造嘅地盤上面。項目距離 BTS 只需3分鐘，距離 Icon 時飲只需5分鐘。項目門口已經係本地人嘅美食街，生活機能非常方便，而且呢個項目非常大家值得投資或者自住。全世界嘅河景項目都係非常搶手，所以盡快預約，等我哋帶大家實地參觀。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曼谷最大嘅上市開發商 Sanseri 嘅全新項目 Love Jalanakon。項目坐擁全曼谷最美嘅湄南河景觀，由日本最大嘅建築商三井不動產建造。項目屬於永久產權。項目距離 BTS 穹松布會只需要3分鐘嘅接駁車路程，距離曼谷最好嘅商場 Icon 時飲只需要5分鐘嘅接駁車路程。項目亦都提供唔同嘅戶型，由開放式26平方米到3房100多平方米亦都有。咁另外亦都有寵物樓層，總共有30幾個公共設施，包括2個游泳池，其中一個更加係37樓。咁亦都有唔同嘅健身室、花園同埋一啲公共使用空間。稍後我會帶大家睇下唔同呢個項目唔同嘅戶型嘅一啲介紹。項目嘅戶型有平層或者挑高嘅單位，挑高嘅單位喺同區嚟講比較稀缺，因為河邊嘅都係一大堆嘅一啲比較豪宅嘅項目，而呢豪宅項目多數為平層嘅單位為主。但係我哋呢個項目提供一啲特色嘅挑高單位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項目提供嘅一啲家私電器，到時交房嘅時候亦都係全部贈送，例如電視機啦、電視櫃啦、梳化啦，或者呢啲食飯台全部都係有嘅。咁價錢嚟講，望到河景嘅單位只需要約300多萬泰銖起跳，仲送全屋嘅家私電器同埋床上用品。咁最緊要係佢仲送最少20年嘅長期簽證。咁所以呢一個項目係非常之值得大家投資或者自己住。咁呢一個係項目其中一個最好嘅戶型。呢個戶型係一個2房單位，60平方米，18台坪嘅實用面積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度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台。咁呢個項目係2個房同埋客廳都可以全部都可以睇到河景。咁大家見到呢個露台嘅話，到時起好之後咧，望出嚟就係一個全曼谷最好嘅景觀湄南河。咁另外就係話廚房呢度有2種唔同嘅設計，一種就係封閉式嘅廚房，另一種就係開放式廚房。咁可以根據翻大家嘅使用習慣去揀翻適合自己嘅戶型。咁另外大家可以見到呢個主人房呢邊有佢嘅獨立洗手間，咁另外客房嘅方面亦有佢嘅獨立洗手間，咁所以係非常之大，適合一啲比較大嘅家庭去居住同埋使用。咁我哋嚟到河邊 Icon 時飲呢度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其實河邊一帶咧都係一啲最高級嘅5星級酒店。咁例如大家後邊嘅見到啦，呢個喜來登啦，咁啊呢邊嘅文華東方啦、香格里拉啦、半島啦，咁同埋隔離咧呢個希爾頓，咁同埋上面咧係一個文華東方嘅服務式住宅。咁所以其實河邊呢一帶咧都係一啲非常高級嘅地段。咁所以我哋喺項目呢個項目咧，其實由我哋項目坐接駁車嚟到咧，其實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咁就已經去到一個曼谷最高級嘅地段。咁有大量嘅5星級酒店，同埋有最好嘅商場。咁所以呢個項目咧，其實無論出租、投資啦，或者自住啦，其實都係非常好嘅。
咁大家嚟到呢個 Icon Siam 呢個商場咧，大家見到呢度係一個非常好嘅餐廳啦。咁呢個餐廳亦都係一個西餐嘅地方，咁大家見到有人有啲 live music 啦。咁所以呢邊嘅歐美客群其實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同埋咧，呢度每個月咧有超過10萬嘅人次咧過嚟呢邊係遊覽啦、打卡啦。咁所以就係呢度只距離我哋嘅項目咧，只需要係5分鐘嘅接駁車嘅路程就已經到㗎啦。咁亦都證明咗咧，呢個 Love Jelanathon 呢個項目咧，佢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歐美客群啦，或者高質素嘅泰國人咧嚟呢邊長期居住嘅。咁大家嚟到 Icon Siam頂樓呢個區域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呢度有好多唔同嘅特色餐廳啦，包括有泰國菜啦、中菜啦、日本菜啦、西餐、印度菜都有嘅。咁呢度咧係，所以大家如果食嘢嘅方面咧，其實絕對唔需要擔心，只要需要喺項目坐5分鐘嘅接駁車嚟到 Icon Siam咧，你就可以食到咧所有你想食嘅菜式。咁呢度包含嘅餐廳咧，比好多唔同嘅商場都要多。咁所以呢度嘅生活機能係非常之方便，無論你購物啦、食嘢啦、買嘢啦，所有嘢都一應俱全。咁 Icon Siam 除咗有一個非常之高級嘅一啲品牌之外咧，亦有一啲比較平民化嘅地方啦。例如大家見到呢個模擬一個泰國夜市嘅地方，咁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小食啊、餐廳啊。咁譬如大家想食一啲比較平民化嘅嘢咧，其實呢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㗎。咁即係 Icon Siam 呢個商場咧，除咗大家可以平時去購物啦，買一啲高級嘅品牌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平時消費嘅地方。咁呢度亦都有超級市場。咁呢度距離我哋嘅項目只需要5分鐘嘅接駁車程就可以嚟到啦。咁所以係呢個地方就可以解決咗大家所有嘅生活需要。咁無論租客又好啦，你自己又好啦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Love pets. Live indoors. Live outdoors. Love everything. Love every day. Love life. Love Jelanathon by Sansari.